佢先至係真正嘅解鬱高手。抑鬱症喺治療上面咧，疏肝係一個非常重要嘅思路，因為肝主情志，症狀輕嘅可以用逍遙丸、柴胡疏肝丸。而喺張仲景嘅《傷寒論》入邊咧，仲記載咗一個治療情志病非常優秀嘅一個方劑，佢嘅名叫做柴胡加龍骨牡蠣湯。肝係肝臟，性起調達而惡抑鬱。肝氣嘅特點可以用舒暢調達嚟形容。一個人嘅長期心情低落咧，肝氣就會受到壓制，得唔到舒展。喺中醫入邊，肝氣如春氣之溫和。柴胡喺春天發芽之早，生發之氣好足。佢入到體入邊咧，好似春天嘅使者，可以將呢股氣息帶過去。用柴胡配上桂枝，柴胡走氣分，桂枝走血分。桂枝有溫通嘅作用，可以振奮血脈。加入桂枝能夠加快血嘅運行，可以將氣血入邊嘅淤塞沖開。桂枝就好似氣血嘅加速器，半夏、茯苓一齊用，燥濕化痰。氣機鬱滯，氣唔能順暢運行，津液輸布不利，就會生痰。可以講痰隨氣生，痰濕仲會蒙蔽心竅，干擾心神。牡蠣、龍骨可以將上面嘅痰往下面收。牡蠣水入邊係屬於下沉嘅狀態，都可以往下收。如果牡蠣嘅力量仲唔夠呢，仲有龍骨、龍骨、牡蠣一齊用，唔單止去痰，仲可以起到鎮壓嘅作用，可以令到我哋神不亂，咁樣成個人就可以感覺到鬆快好多。另外，抑鬱嘅人呢，大多數睡眠都唔好，容易失眠。當心神安定落嚟，能夠令到睡眠變好，氣鬱化火啦，就要配一啲黃芩。黃芩苦寒，清熱解毒，幫助解決鬱久化火嘅問題。大黃瀉下，將痰火排出體外。人參、生薑、大棗係益氣健脾嘅藥，脾胃得到滋養，脾胃變好，人比較會有精神。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係治療情志病非常優秀嘅一個名方。唔單止抑鬱症，佢最適合肝氣鬱滯、痰濕耐咗嘅人，有胸腹悶悶、口乾口苦、身倦乏力、四肢沉重、心煩易驚、易受驚嚇、舌苔偏利嘅特徵。